大家好，我係6B 班陳奕謙。我今日要分享嘅主題係圓周同埋圓面積。我今日會喺影片中舉出一個日常生活中需要考慮圓面積同埋圓周嘅例子。上星期我哋屋企需要買一張圓形嘅餐台，佢嘅直徑係1.2米。我哋需要考慮佢嘅圓面積，因為我哋要清楚知道嗰張餐台嘅大細係咪可以容納喺飯廳嘅空間，避免阻塞通道。同埋我哋需要考慮佢嘅圓周，因為我哋要買張圓形嘅台布去覆蓋嗰張圓形嘅餐台，所以我哋要考慮清楚。我哋喺數學堂學過計算圓周同埋圓面積嘅公式，而圓周嘅公式係2乘以派再乘半徑，而圓面積嘅公式就係半徑乘半徑再乘派。點解我今日會揀呢個例子來做分享？因為餐台係每個屋企都係因為餐台係日常生活中最常見嘅家私。我嘅分享完畢，謝謝大家。